咁啊，最近有單新聞咧就話啦，有個跆拳道教練啊打傷女朋友，咁啊有人衝埋嚟問我喎，哇喺跆拳道咧打傷人咧，黑帶應該要加多條罪嘅喎，係咪要計呢個持械傷人先至啱咧？咁啊，首先好明顯法庭冇咁樣判啦，係咪？最重要一個問題就係啦，你想象下咯，跆拳道黑帶8歲10歲都攞得到啊！咁啊8歲10歲小朋友攞條黑帶就等於持械傷人，呢件事好恐怖先。再加一樣嘢，除咗啲着道袍嘅武術，例如跆拳道、空手道、柔道呢啲之外，佢哋有黑帶噶嘛？咁啊泰拳啊、中國功夫冇黑帶喎，咁佢哋就唔怕傷人嘅啦咩？即係佢哋就唔會打交嘅啦咩？係咪先？再加多層啦，你想象下一個泰拳拳王金腰帶18歲對住一個8歲嘅跆拳道黑帶，如果用咁嘅情況計，即係8歲嗰個而家係持械會傷緊個18歲嘅金腰帶喎，你覺得講出嚟合唔合理啊？咁大粒嗰個打住一個大嚿嘅，嗰個會係持械傷人，啱唔啱先？你講出嚟都唔合理啦。咁所以最重要嗰樣嘢就係咧，唔係條腰帶就等於你技術幾勁啊嘛，啱唔啱啊？最緊要嗰樣嘢係你學嚟啲嘢能夠保護自己嘛，不妨將呢段片分享俾你嗰啲朋友，仲以為跆拳道黑帶就等於好勁啊，同埋跆拳道黑帶就等於持械傷人呢啲朋友俾佢睇啊！